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文總，今日嚟同大家講下暗黑4新賽季即刻嚟到，我諗大家都係喺度諗緊再玩一個乜嘢新職業好。咁我係一個玩德魯伊開荒嘅玩家，所以呢期節目我想分享一下我對德魯伊目前嘅流派嘅一啲睇法，等仲未入坑德魯伊或者喺度練緊級嘅朋友，盡可能少走一啲彎路。首先，目前德魯伊大熱流派分成4個，分別係風暴狼、電狼、黑柏熊、爆盾流。呢4個流派我都試過，但由於裝備嘅問題，都測試唔到最終傷害同埋手感。聽到呢度可能即刻會有人講，既然你測試唔到最終嘅傷害同手感，咁你分享嘅嘢會唔會冇咁有說服力呢？其實就係因為我測試唔到最終傷害同手感，我更加想將佢分享出嚟俾大家，話俾大家聽。我就係因為冇浪頭，成個開荒嘅過程，裝備巔峰本等級個進度都拖慢咗。我今日就係想話俾大家聽，冇浪頭嘅德魯伊係幾咁難嘅。第一個流派風暴狼，現版本最犀利、最有效率、最簡單嘅一個流派。但係冇玩過德魯伊嘅朋友，你哋可能唔知道呢個流派，你冇浪頭嘅話就乜嘢都唔係。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。下面我淨係講重點。浪頭其中一個主要嘅作用就係可以令你變相獲得無限靈力，配合恐狼精華，令你用灰熊狂怒呢一個技能就會變成狼人，然後配合浪頭嘅效果，令靈力消耗大幅降低。因為有咗狼頭嘅關係，所以德魯伊變成狼人嘅時候，就可以施放龍捲風或者閃電風暴等等一堆嘅風暴技能，再加上一啲核心精華同裝備嘅詞條，就可以令德魯伊無限維持呢一個狀態，獲得無限嘅靈力。睇到敵人大部分嘅時候都係撳住貓屎嘅右鍵就可以噶啦，乜嘢都唔使理嘅。籠統嚟講，你隻角色嘅強度保底強咗 1.5 倍啦。呢個流派所有裝備同精華都好容易打出嚟，關鍵就係浪頭呢樣嘢，就睇你歐定飛啦。打到出嚟嘅可以即刻起飛，打唔到出嚟嘅就好似我咁咯。乜嘢流派都要試下，試完落嚟冇一個流派玩得舒服嘅，冇一個流派玩得順手嘅。點解咁樣講呢？繼續聽埋落去就知噶啦。第二個流派電狼，道理都係一樣，打低層嘅時候，電狼比風暴狼仲要簡單，全套電比風暴狼更加多嘅時候，撳住個貓屎右鍵就得噶啦。打高層嘅時候，仲係風暴狼好好多嘅。第三個流派拍拍熊，我自己就玩得好攰啦，拍幾下佢就便秘啦。我睇見有大佬開發出唔便秘嘅拍拍熊，但係我自己見到嘅係打小怪多嘅時候唔便秘啫，打幾隻怪啊打 boss 嘅時候個便秘問題好鬼嚴重。跟住第4個流派爆盾流，超犀利嘅，輕鬆過100層啦。要玩趁早，我認為會被大幅削弱。爆盾流就係依靠一個大地壁壘嘅技能做輸出，佢係一個防禦技能，技能冇咗嗰一瞬間會對敵人造成超巨大嘅傷害。呢個防禦技能嘅傷害係比佢所有嘅輸出技能傷害都要高。佢遇到越強大嘅敵人，傷害就越高。呢個傷害計算邏輯邊個都講唔通，即係唔合理嘅。最重要嘅係你而家用緊呢個流派，萬一過幾日俾暴雪收復咗，咁你又要將自己成套嘅 BD 都改晒。你儲到一啲風暴狼嘅裝備或者其他極品裝備，咁都仲好啲。如果你儲唔到嘅話，你就會好攰噶啦。關於極品裝備同暗金裝備嘅跌落統計，我自己都做咗一個表格，我下期節目都會講，我會分享出嚟。歡迎訂閱，
撳個小鈴鐺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嘅影片推送啦。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4個流派，風暴狼係王道嚟嘅，但係冇狼頭嘅話，佢就係一個垃圾。人哋有狼頭嘅打一次噩夢地牢3至5分鐘，我冇狼頭打一次噩夢地牢5至10分鐘，仲有可能打唔過，所以我逼住轉咗去玩爆盾流。所以你哋可以聯想到狼頭係幾咁重要，電狼都係一模一樣，就係高層難生存。黑霸熊，如果你可以忍受便秘難打高層噩夢嘅話，咁你就可以繼續玩落。爆盾流我用過最爽嘅流派，但唔知道幾時會俾人收服，我諗應該唔會好耐。所以德魯伊目前開荒最好嘅流派只有風暴狼，其他流派都係有住一個比較致命嘅缺陷。如果你覺得你歐洲個人嘅話呢，好容易打到狼頭，你就可以去玩德魯伊，反之真係唔建議去玩。講到呢度，我俾大家睇下我嘅暗金裝備，德魯伊所有暗金裝備我都打到出嚟，而且有啲仲係唔止一件添，就係冇狼頭，死未。嚟到最後嘅最後，我分享一個德魯伊開荒最穩陣可以衝等嘅方法俾大家，就係先打出一個震盪波嘅精華，用拍拍熊嘅流派，然後再轉去用爆盾流，最後再轉去用風暴狼呢一個流派。呢一個衝級嘅方法，我認為係一個最穩陣嘅方法，但係我諗起都覺得好麻煩。好啦，今期節目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